西山天意渐渐好。嘛个意思啊？啊，今唔是创啊，就创松片里。在家里有点半黑了，清唱一下半黑好不好？1、2、3、4。够耶啦！三姑娘啊，创啊，心无开哟，无放过的心脏，老热大擂台，老热冲下来。嗨，哎呀，上礼拜嘅七强决天赛哈，真的哇，非常的感动啦。哦，上礼拜样记得好最难忘嘅就係吼，嗯，全部叫我唔點用的版。係啊，冇全部叫啦，一兩個叫你。也就坐前面一排嘅上。叫點較大啲叫你。信號叫呢吼，上輩子沒有哭過的。是，一聲音嚟叫啊！來，啊，今邊6強決天賽嘛，對嘛，所以有7位參賽朋友，7題6強決天賽比賽規則，一禮拜嘅分數同上禮拜嘅分數加起來，淘汰最大分嘅人係公平分，就由一禮拜嘅分數高大嚟做比較。好，6強決天賽馬上就開始了哈！我哋介紹完了評審先生，一家秀先生，齊志比先生，齊思比先生，羅國立先生。TV 前往滿意呢？劉飛琴今日帶來難發喜。哦，我來談看啦。大家好，我係劉飛琴。基本嘅從來條歌係羅思龍老師寫嘅，叫做《難發喜》。呢條歌我自家當好唱，因為歌啲位都有寫到山歌字嘅部分。我以前咪希望自家就係學到傳統山歌，因為我知道傳統山歌嘅這樣係流行歌曲冇嘅。散發了淚無那一擔，不准了淚風啊，煙風了淚強，自了掉進了總。南發喜哦，南發喜哦，南發喜，哦哦，南發喜哦，南發喜哦，南發喜哦，哦哦，南發喜哦。
哇，哎，好棒，好棒，好棒！因为我想我线下条歌的咯。我觉得他那个歌里面就让爱谁谁个世界都木顺有一条后吧，好吧，哦。很像。我家前面有小河，然后后面有山坡。对，然后就是那个歌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河很像，然后那个河就是我小时候会去那里玩，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去看那个河，就都被填平盖房子。那小时候的记忆中的风貌就没有了哦。好，我们来听讲评。听讲评，你会可以吗？可以。那就来谈一下今日创作样板啦。好嘞，来好，叶老师。我是感觉讲你嘅呼吸就有点问题。从个人吼，你的呼吸噶要用腹式呼吸。马上的腹式呼吸这种吸气噶哈，给要把气就是用横膈膜，所以你吸气噶哈是肚时出来噶哈，出来，然后胸部是不要动的。该可能你从过噶哈，你就从过噶，你没用啊，所以你的大一摸啦，你从过噶哈，你就提起出来就感觉讲。你滴一个滴啦吼，偷下就摸前就起啊，迄感觉。散发了后泪无那一答，不准了后泪风啊。所以我建议讲，好好训练一下，我从过下，开始困脚，然后一吸气，你困脚。肩膀有没有抬起来？我偏，我从过噶，就让你挺顺，然后从出来，你就感觉讲，你是紧来紧好，上面紧抬紧降，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做的。那是感觉讲，你是那种游唱歌手，讲故事爱用的歌手，你只条做到2点，这样就可以温暖的感觉。好，加油嘿。好。我看一下，下礼拜只能拿到1多分哦。好，上礼拜96哦，很高分哦。下礼拜刘飞 King 的分数。63。恭喜啦，6强好像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没问题啊，恭喜你啊。放轻松点啊。好，加油。谢谢。好，来回座休息。撒下来呢？韩颖涵带来桑桑曼。来弹看啦哈。今天选的这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吉娜所写的歌，希望借由这首歌曲来提醒自己平常心看待比赛，享受这个舞台。门前落花又记得，暗暗飘来芬芳。依旧是草门后，杨的对对松松，叹野草，故事也变错。梦都含恨夜思，怕写开万几条，想来心跳暗难离，转身不知跌落，他清楚，青葱爱心酸。桑桑曼，呀它，无奈重阳故事总相伴，一切痛发随风落，草野旧梦，天天发思过。
岁岁年年转眼过，岸条风丝，尘世变悄默。桑桑嘛，呀呀它，我来重阳故事，重相伴，一色同芳，随风落，初夜旧梦，天天发思过。桑桑嘛，夜夜梦，如同高开的日，杨柳梦，岁岁年年转眼过，岸条风丝，尘世变悄默。哇哦，后堂，我好喜欢咱你这首嗯， 《桑桑这曼》。是吉娜罐子的歌呀。对啊，我其实很怕唱他的歌。不会啊，对啊，反正哦，他是唱这样子的。嘿他对对对对的他的唱法跟他的风格吼，我还蛮喜欢，蛮耐听的。哦，这两个给你选，你会选哪一个？潘奕涵，啊，谢谢。我这是有话直说的，吉娜罐子，吉娜。来吧，向我挑战。下次你们吉娜你唱的真好，下次吉娜来的时候，我也会同样问她，两个给你选的，那她一定站在吉娜那边。没关系，我现在听了也很开心。不过是真的，你的声音很耐听。好，谢谢。上礼拜91分嘛，哈。好，下礼拜这位老师好像对你应该蛮满意的哦表演很满意哦，一直点头。对啊，要不然他脸会很臭。如果唱得不好，对，有点骂人，有点骂你一下。其實佢都保每嘅副歌嘅邊嘅時間係出讓耳機拿下來嘅，因為我攏佢聽我唱個歌嘅，我看佢比賽多厲害，我一直講遺憾佢係天生的歌者，他一直在靠天分唱歌這件事情，你係他寫嘅。不過我今比對佢厲數嗰佢嘅表現，我其實當氣氛，其實佢唱嘅頭兩句就已經感動我了。門前落花有幾朵，啱啱飄來芬芳。你知道嗎？他以前的低音是低不下去的。他的高音也上不來的，可是他今天的低音是非常非常的圓潤跟漂亮，給他狗音有穿透力。我覺得我剛用耳機聽的話，我覺得沒有辦法感受到它環繞的感覺，所以我在最後一段我刻意把耳機拿下來，因為我覺得我不要刻意的去太鑽研它。然後我聽到了什麼呢？我聽到給他共鳴變動講以外。給他白唱歌有感情哎，然後他有幾個轉音是我覺得他轉得非常非常漂亮，包括到最後塵世間沉思跟槍槍夢給地方，他做得太漂亮了。岸條風絲，塵世間悄默。我覺得對我來講，我不知道其他老師怎麼樣。你這首歌。我願意給你滿分，我也很希望在6強看到你後面越來越進步。哇，好誒！哇，加油加油！唔好所以為真參賽朋友，大家都有本欣賞嗰種感通度啊。真的，很棒啊！來，關鍵會在羅國立老師身上哦，我們要小心哦。他那裡最高好像就22枚。對，我們來看一下他那個有沒有破表，好不好？好，來。好，潘奕涵的分數。好來。给我剩1分。有啦，给他都願意給你1分。有，他有按對。哇，安尼加起來分數186分，也目前很做的，所以也很那屯場均兵哦，係啊，兵場均，對啊，你上禮拜你要分數控腰嘛，係啊，所以你要加油啊嘞，好，恭喜你啊，恭喜，好了，回做休息。
来，杀来，来一口带来温爱强嘅数。来唱个啦哈。最后的淡淡太不是假。最近有国外表演的啊。我爱行忙准备好。你这其他那个二本猫那3个没有了。他们比较不缺钱，他们比较有钱。你若是三天已渐渐好。那个意思。啊，今唔是葱啊，就葱松变皮啊。今日係我第一把二重，其實比欣賞嘅換我牽你的手。之前我第一把聽到一首歌曲就知道動感痛。沒讀好，最近我不卡沒有動到變化。我請上愛留一首歌曲送俾我嘅爺爺，希望阿爸阿妹你一直都對我這麼的照顧，那我每為認真嘅看唔到嘅書。最後的淡淡太不是假。最後的淡淡太不是假。紅色嘅世界，阿爸同我講，我會見到我嘅書，拼命去揾每一步，每一步，我會見到我嘅書，夢已乖乖會在。最後的淡淡太不是假，最後的淡淡太不是假。di makai saja senge mo sengi di apa ke tio namo tu som papa ke se papa ke se di makai saja senge pado apa ke mien liu ha fin cha fin cha。要當阿爸嘅阿草。哦，恭喜！哎呀記抄吧。最近
会变成超霸了。难怪你现在每个礼拜都来了。那个甜蜜的负担，那个甜蜜的负担。应该啦，应该啦。听讲最近要去国外表演的哦，真的哦。有在找我们联系说去马来西亚的，就是因为客家的，我们客家全球都有嘛，对，咪鬼跟美有。哦，这类是这个。从下就去甲个客家歌曲啦。哦，这类是宣慰侨胞用的嗰种咩嗰种活动。商业。咩爱结合传统嘅歌曲，唔讲係行盲準備好。很精彩艺，所以叶超老师现在也缺奶粉钱啊。带着。对啊，这个你这其他那个二本猫那3个没有了。他们比较不缺钱，他们比较有钱。唔係啦，这个比较缺钱，你们2个比较缺，因为其他团员没有要当爸爸。公司 OK， 公司 OK。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把那客家音乐哈，做的真的红到国外去。让不是国外的一些不是客家族的朋友，哎呦，原来台湾也有这种航向国际的舞台。真的。希望要做得有機會帶人嘅阿爸也有講下去唱下家歌曲。因为马来西亚差不多有600萬的華人嘛，马来西亚，但是客家人他就占据了大概150萬。客家乡亲哦，那也很多哈，很多有一个族群都是客家人，他们是的嘿。所以其实这片人师从没一胎哦。所以好好的爸爸，不然呢，台湾的客家音乐都会传过去。拜托。好，加油！你要加油。好。好，安尼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今天发现雨乔很放心叶超帮你这个吉他的伴奏，所以你在风行嘅关系，所以你创到七架当刺眼，用七架的方式来表现亚述国某中央的地方。所以除了讲你七架空灵是你的专长，但是你说故事这种 keep 书能量的部分，这个才是你最大的魅力。所以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会安静。所以唯独有几个小地方的一些建议哈，因为两个客家话真认真不懂的。好，不过有赏是因为你要空灵唱法，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把咬字咬清楚。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像衰念呀梁老师，我一直在找不到你在念哪一个字。如果不知道的人不看歌词，他不知道你在交代什么。这个你可能要注意哈，安子 C。安子 C， 上礼拜雨乔分数还好，93分，好。马夫妇，可以啊，礼拜了，好来。恭喜我了，来一口分数。哇，你看这罗国立老师会给到24分的，我还以为哈，对啊。几个灯有修好，有修好，灯有修好。我到怀是 OK 了吗？那是最高分的啦。真的。对。很进高分的哇。怎么？没有问题，进入6强了。好，什么？好，安尼今天尾冲突了哈，安尼这谈海味。李景宇带来我明日。来谈个啦哈。我明年艺术各位呢，也去上线当师喊爱当希望呀，我明年我希望这个乐迷呢，唱本他个他按自身。昨夜的胸天，昼夜梦中诉胸天，想落也大片天，安久无电过面游，心肝可比自由情。
加一唱的我明一个嗓子吼，哇，好美的低音哦，够沉够沉。唔係個要大啊，人個嗓要盤。嗯。誒，當有咪托，我明夜。但是從來講排泄，中文我排泄唔係啊。冇。誒，但是佢講佢一開始吼，一開始對客家歌嘅冇乜嘅興趣嘅。哦。嗯。嗰種彈歌唔講，冇一開始彈安尼火爐歌。啊，你看國語老歌，國語老歌，對對對，像蔡琴也都唱嘅那個。是誰在敲打我窗？啊，那個種歌嘅，啊後來是因為開到轉來，張去接觸客家歌。我以前唔是彈客家歌哦，唔啲個按好彈咧。結果彈到個流行歌曲，哎呀，我想。客家歌就去按好彈，結果上課啊冇一堂課冇上嘅哦，大家都很期待吼，講佢下一堂課嚟上。結果老師教山歌啊，佢講佢山歌，我彈到就當奇怪哦。一禮拜上，下一禮拜做演奏嘅吼，我大家就做，就做到攞杯去啊。看到差唔多練到牙尾嘅歌頭了，我才會入咯。結果一入啊，一幾拜嘛，入啊一其他講已經願意上來唱。唱山歌，唱山歌，所以有點排斥唱山歌，知道誒？對，但是現在一行來看到老年大擂台哦，我知道哦，個山歌真是當好彈。哎呀，安尼搭個彈安尼沉水朋友安尼唱到好嘅哦，真的。當有咪多呢？跟有學到冇？有學到冇？冇唱一下。冇。唱一句啊。中的。山歌了，就安尼做位啊。哦，唱夜曲，唱夜曲。山歌了唔那衝啊，心唔了開喲。哦，對。好嘞，很有味道。好彈啊！一擺比賽以後，漢語句來復山歌。等下學會爭來。好，見佢識學，好冇？好。嗱我潛先生啦。係哦，佢特別嘅類做嘅現在那邊咩做的，係啊。好吃講啦。你來請人介紹俾啦。來請人。係啊，你做的。好，來，談一下那邊先生嚟講。羅國立老師。好，今日今日從我們嘅呢吃到那個氣聽了有聽大一些咧，我想喺咩發泄時間嚟研究一下。第一就是我們嘅嗰個樂師根本幾乎都彈唔到咧，還有心肝口鼻足有剪，嗰個剪絲嘅音樂動態，人家係唱出來就根本我彈唔到咧。還有一點很嚴重嘅狀況，落副歌以後，聽佢一寸無情無言，跟一寸上有別體咧。一寸無情無言。也係今日表現較大眾嘅所在，但是我始終講最大嘅問題係在今日天氣一件事情，聽大咧完全冇讓人嘅實力發揮出來。我喺看呢一件事情就講，猜錯嘅安多薩，人家個態度，人家就在一舞台當個比賽嘅態度係100分嘅，沒啥做100分嘅。你們的態度決定了你們今天的高度。好，如果今日進步係你們一再的認真去學習，也點係。請感動來評審嘅，今日咪下去還係唔低啊！但是我鼓勵下去嘅人不要灰心，唱歌是一件高興的事情，就繼續的唱下去，有一天你會成功，好唔好？最後嚟鼓勵大家，謝謝。安尼講嘢唱。歌唱語。咩？冇相關啦。沒有關係啦。唔上禮拜92分嘛，哦，看下禮拜6分，來。好，你今日嘅分數。90分哦，羅國立老師懂嚴格了，這個分數真的。按用賬戶啊，啊？按用賬戶啊，點出你的缺點。盲比到後背，後背還有2-3米啊，還有一道3殺，唔是強，好冇？好，按住坐好嚟，坐好嚟等好休息，好冇？按住先，好嚟，殺下嚟。林成義帶來送別。來，今天帶來這首送別呢，其
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我的阿婆。那今天在来录影的路上呢，我也一直想着她。我相信我可以带来阿婆的力量，让我顺利进6强哦。新语，唔捌个意思啊。金元气创啊摕，唔做创松撇鼻糖。唔係顏永賢，唔係叫元子啦嗬。唔係嗌阿婆。松本阿婆。從細嗌就阿婆土大。土大。因為我想講今日嘅送俾咧。阿婆也冇錯嘅啦。係。從了屬狗的時間，我就會想起天上的阿婆。因為從小是他教我講客家話。哦，所以你客家話在也下講到很好，就會阿婆教的，是吧？嘿。那你後來是？係唔係韓細細時節，唔啲係細細漢唔細，唔講同鄰居的小朋友啲聊，啊鄰居的小朋友打啊。就是站在那个蜘蛛車坐蜘蛛車的那個小孩子前面，然後就站着給他打這樣子，就是對，就是可能捏耳朵。比你小的小孩哦。對。對，然後就站在那邊都不動，就是給他打，然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後他。你不會走嗎？對。不走。對我阿公就站在說，阿發為什麼不走嘞？你走開就好，你幹嘛站在那一直哭給他打？然後我就回他一句話，我說我走他會哭啊，所以我寧願站在那裡給他打。哦，阿孫嘅要阿我，有安尼講嗎？有，你從來就講，以後人家打你，你就給我打回去，不准站在那裡給人家打。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辦法，就是我一直以來就是覺得說自己不好沒有關係，但是我都要帶給別人快樂這樣。阿公孝子啦。
当然讲，不因打转移啊。他很像我侄子哎，嗯我爱出来给8岁了嘛，然后爱摸迄鬼米农的时间，因为我女儿才3岁嘛，也是打他哥哥，就打我侄子，然后我侄子也是站在那边给他打，就说没关系，那是妹妹，我长大了，我要让妹妹，所以你应该是有这样子的概念。你看到也丑一点蜘蛛车那个人比你小，对不对？嘿。好啦，来唐先生的公平，那位先生，对。叶嘉修老师。小雨，今日哦，我感觉吼，而家學法有啲怕某種的結合種北風，你的切音都沒有切，你客家話你不都老拼音，親某空中是列切音，比如說北風啦，哦木節，這些小地方，你攏去某做。還有呢，親大宋之講，你嘅呼吸本來你開始都冇調好，佢加出來變成青島所在處啊，很大宋，而且因為對我來講，還是感覺講對你期待很高，所以希望說下次阿婆搞過嘅老師啊，去切下那個利用來做歡喜，好唔好？我大家揾光明啊，好，加油，好唔好？好，雙禮拜92分吼，下禮拜看準拿到1道分，好嘛？來，林成儀嘅分數。91分。哎呦，好像有低空飛過的感覺。比金元志多1分，所以較安心啲位，好，恭喜哦，恭喜啊！進入6強，恭喜，這就是殺下來。天雲今日帶來永遠。嚟，好啦。創造一個動心庫呢，跟有的還有那個鼻胃管哦。就是因為我在家裡就練習怎麼就是用鼻胃管餵食。就抓誰來練習？抓你媽媽。不是因為在家裡有練半黑啦，清唱一下半黑好不好？1、2、3、4。可以耶啦！虽然阿妹老爱讲，今日6强就动力好嘅，不过我唔单超爱今日6强，还爱冲入前3名。希望今日嘅比賽做得順利過關，伴阿妹一隻期望。
好汤哦。用面，耶稣哥的冲不卖人家啊。天当给阿公。哦，冲不阿公的哦。你同阿公之间有乜个故事可以分享的冇？就是我懂西嘅时间，还忙读书嘅时间，就懂好冲过诶。然后我就会第一副卡给你进冲过诶，就进牛屎粉。然后阿公就讲，阿佩云过来一片抽加脚红。抽阿公的脚红。阿公南点的。对。其实佩云啊，她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非常美的一个女孩。对，看得出来。应该给他去读太好，还读马该科系。对，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就是那个长照。对。长照科系是不是？对。哦，你看，你会不会是因为阿公的关系，然后所以想来念这个科系？是因为阿婆的关系。你好孝顺哦。妈妈讲到也跟摸也是在哦。对，按有好人呢。真的咯。但是给他长照那个懂辛苦呢，给他老人家变身呐，吼，出身体啊，洗身呐，吼。有的还有那个鼻胃管呢。对。胃食。有鼻胃管。就会就是因为我在家里就练习怎么就是用鼻胃管喂食。就抓谁来练习啊？抓你妈妈。不是因为阿婆，不是啊，因为阿婆以前有斗鼻胃管，然后我就会学习怎么那个喂食，然后还有那个包纸尿裤。你看好美哦，真的。这样的女孩最美。真今天还好，加老公的方面已经偷偷一样，就真的是。一听幸福。真的。他还开始了报名。报名呐，报名是你多少人头啊？报名啊，排队啊，按奖的细阿妹的，按。卢卡有老人家优先。一天很照顾到无微不至。真的。哎呀，太好了。要功德事业了，对吧？哈。对。来，那边欣赏的贡品啊。这位老师。好，佩云好，比赛以来呢，一直以来，Andy 都希望你能够改进掉一些你在创国依靠当辈一些缺点。创两首歌曲，唱的歌曲时间，你会想讲，你在照顾长辈，你在跟他说故事的时候，你要用乜嘅方式讲俾他？譬如讲，有到較緊張嘅部分，你就會講較夾；較強爽嘅部分，你就會不用較鬆的位。還有故事都會有起承轉合。譬如講。等 Andy 重逢見面嘅時間，用把hin，後尾做人講係點解啲聲音，我一聽要好來，記得嘢用面，記得嘢用嘢。唔過你後尾就飆出去，見面嘅時間，然後呢，都一樣，你就數唔準了，數唔準了，變成每一個都是重點的時候，就不是重點了。等 Andy 重逢見面嘅時間。可能就是你後面比賽的時候，你要去想象，你現在有技術了，能用把農家入歌曲再解析、再分析更好，點解意思哈？加油！緊張。好，很支持。對。你以後畢業的時候啊，我可以幫你找一些個客戶。誰啊？葉家修老師。我還不需要吧？還不需要啊！不是我講的哦。我想要你比較。不要把那個算在我頭上了。我想要你比較快啊！飛去哪裡？好嘞，看分數啦。偏遠的分數。恭喜哦！過關了哦，要不還有416強。7禮拜2考試。係啊，拼啊嘞，好不好？恭喜你，好不好？加油加油哈！可愛的休息。好，也下親民一關了，最關鍵就會記了。係，391分啊！係啊，叫盼盼留下來嘛，就看佢好好的表現啦。來，陳崇軍帶來韓歌。好，來唱啦。Hello， 大家好，我是陳尚君。上一集的7強決定賽呢，算是有驚無險的通過了。這一集呢，我特別準備了一首跟上一集的曲風不太一樣的歌曲，叫做《航過》。那希望這一首歌呢，可以幫助我順利進入6強，得到老師們的肯定，加油！做了嘅路人甲。
西伫了高上高下，不知故会有几多年。韩国西路变得为人处，韩国天丘青春无人照顾，韩西伫了高呀高处，比到春夏秋冬，比过冬啊是啊，比过天地，比咧安求到了美的爱眼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去，含下路无脚最上爱珍惜，比过冬啊是啊，都是加加比，比咧安然到了美的爱眼里，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肚里，比过冬啊是啊，比过天地，比咧安求到了美的爱眼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去，含下路无脚最上爱珍惜，比过冬啊是啊，都是加加比，比咧安然到了美的爱眼里，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肚里，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肚里。希望大家谢谢。不差呢。很想好。我们信坛老师哈，你好信坛歌后歌王。歌后。太多女生了，都只剩我一个男生。对。现在拥有非常多的粉丝。没有。这礼拜有做什么周边商品？没有啦。啊，你在做哪有那么 T 多？恤啊，对不对？然后荧光棒啊。对啊，就除了那个而已，还有什么？对，但是都不是我在做。还有鞋拔啊。就是鞋拔。鞋拔又。袜子啊，把那个照片印在袜子那边。你讲那么多，那我做出来你都要留下来，都要跟我买哦。阿公。有，我帮你找到客户在那边。嘉修老师，对，叶嘉修老师，你看出道快40几年了，他赚最多，你看，对呀，那些都很便宜啦，100-200块而已。哦，那可以，那可以，他都那个买断的。买断？你会卖歌啊？一次批发50个的。500。对。来，唐其章的贡品，那边是长的。罗老师。长军给你从韩国中央收到的东西哈，用去表现他家的感情，这个是你们参赛者要去揣摩、要去学习的。长军，你今天就是缺的这一块，客家感情，新云也是，配云也是，去想办法去找，那个是要个人去揣摩的，没有办法有人教的。你听原唱的歌，听再多遍有帮助，但是还是要靠自己去体会，透过练习，透过不断的体会，去把那个感情找出来。怎么样让你的歌声唱出来，让评审觉得好棒的一首客家歌，你就成功了，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来看一下长军有办法进一步强模来。陈崇军的分数。放松了哈，一点点，过了呢。老师讲很严重啊，那之后我可能就最后一名了。没有，你之后就是改进呐，然后把不好的改善呐，然后把优点再加进来啊，对不对？然后去了解每一首歌的背景啊、故事的来历啊，这样子啊。不是妄自菲薄，好吧？对。我相信也个实力。
所以一开始的那种创国的那种方式，对亚汉真的差动多啊，真的变化动多，加油！谢谢罗哥。哦，你又是做老师的人，那一定比你的领悟我一定很高们学生都聪明嘛，对不对？好，哎，我们的学生都聪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好，谢谢罗哥。看你的表现哦恭喜你！谢谢海云姐，谢谢老师，谢谢。恭喜恭喜，回者休息。好，安尼今日6强，精英6强的比赛，安尼金元季排赛哦，10分排赛。金元季。系啊，下一次再来先修比报名加一百哈。台北有安尼客家电视台吼，安尼客家 VMV 吼，安尼客家所有的先生、所有的乡亲朋友吼，跟一起讲，谢谢你啊。哎哇！你看那个传统准备经过上礼拜吼，安尼激烈的比赛以后，也还有7位参赛朋友，根本没有参赛，因为会本安尼线上的淘汰吼。一礼拜迄分数，老上礼拜加起来好嘛？好，2礼拜分数。哦，上礼拜分数。嘿，上礼拜也去还记得还记得去加一道分应该记得啦吼。哦，所以。前面用嗰種無鐵糖吼。其實上面其實鐵拖一樣嘅。我用嚟大樣有續航力。好來，介紹你評審先生嚟。張永平先生、李秋霞先生、查 QQ 先生、羅英英先生，準備好嗎？準備好嘛 ？TV 分享兔元風帶來評判。太強啦！今本嘅愛進入6強賽咯，我老公對我非常嘅有信心，希望我做得拿到好嘅成績，本期感覺當驕傲，傻批哦，加油！老師在講你在聽啊哈！中港的中強標喺線上公嘅發係咩啊？對呀，哈！充滿很挑絲呢。你為什麼要示範沒有續航力啊？就是在家裡有練半後啦，所以。哦，你想要表現一下半後，結果冇把握，哎嘛，大爽，真的要大爽，清唱一下半後好不好？來，再給你一次。1、2、3、4。多嘢啦！哎呦！哎呀，半我們看網絡窗啦，講真的。哎呀，自動用機器問他個還會吼，真的好窗，因為冇價位嘛個半後有。冇半後，冇可能。冇佢本來來也有個重責大任啊，係嘛，對嘛？對啊。呀。
给老公讲嘛，该要买。人老公交代人讲哦，今年前6强。迄精油前6强有3名的花，他会亲自来帮我献花。哦。你看看吧，你看害人家的花店没生意做了吧？什么？唐一哈唱。公平好吗？来。唱高总。请大众啦吼，办头其实係相當好嘅咧，在唱片版來講，係比較較高端嘅一個方式嘅唱法。因為辦頭其實嗰隻中年嘅中是唔記得同突到，也就請大眾。不過好嘅吼，基本上來講，佢唱嘅片版咯冇問題啦，佢就按你順序唱下來吼。我今天要背24分以上。哎呦！但是今日我有幾隻詩我嚟特別交代下。好。第一個以詩行強，我念行哦哈，行韻行強。好，要念行，你念行，佢唔錯，我行嗬。以詩了行啊強啊。天機嗬。鹽高大，因為你落到嘅就下韻，故所人嘅鹽是愛去注意下，唔相信一堂人嘅鹽就鹽睇了哈。第3句啊嗬，多鋪實，也係實人愛去注意下哈。寬實，你念寬實，多鋪實。某隻角度嚟講，有隻詩實在唔會托到嚟艱苦唱啦嗬。似咗個中年部嘅中哦，辦派千好啦，但是我記得就加然後講腳先掂落去張唱啦，中年啊嚟啦，其他冇問題啦，加油！希望還咪要繼續在個道上唱。好，謝謝。是這樣子，全通聽的，所以分數你要看一下啦，好，來看一下。朴允豐嘅分數。好，這是8分。終於好好咁嘅綜合嚟啊！第二下咁嘅摘下來。好，嚟殺下嚟。橋蘭帶來杜馬跳。嚟唱啦。高中嘅時間還是大學唱。高中就會唱嘅哦。唱流行歌嘅，我上台跳50人這樣開始唱。唔算甜脆嘅呢嗬。年菜啊，年菜。鼻子会变长哦，搞到牙齿会更多出来。那今日要唱的是小跳、杜馬跳，中央跳歌嚟今日6強，大家往嚟加油！
小跳的。小跳啊！嘿嘿，要不继续摆手势。哦，要摆冲小跳緊張哦。然後禮拜又冇球友誒，又回來那種緊張。對對，有一啲咧嘅搖拍感覺啊。哎，他三八唔起來。三八唔起來。螺絲關呢？係啊。啊，加上有一啲咧劇劇嘅感覺。劇劇係。啱啊！先生聊談到我唔啲嘅。參與高中哦，參高中係有人啲強數唔講談到一下嘅。係啊。唔攀得拿下嚟嘅，我知。係啊，低到家嘅。較溫暖啊，嗬，你估唔會寒啊，嗬。係啊。我見狀嗎？都見狀啊。又還好嘞，咩啊？冇識講衝要做。T 白衝嘛。挑戰一下嘞。哦。今天還剛先冇？啊？還剛先壓縮冇？這樣來看啦，就進步一些這樣先。因為按後背。然後那個精益六強的時間，還有各種模空樣的方式來比賽。哦，他還用出牆沒有？係啊。哦，咩還有可能要帶盤來向下衝。衝啊！很多挑戰。對衝的歌呀，有的冇的哦。剛才你線上交流的馬油呢？所以歌練好嚟。好，嚟先聽一下嘅李秋華先生講評啊，嚟。正嘅上我今日上別啦。冇槍力啊，嗬。長夜離來哦，冇來哦。好，長夜離來呀，冇離來呀，夜。好，你轉轉冇做到字哦，哈。還有，愛有美望過來，你望過那來時呢，有多少有嚴峻脾氣有走的咯。所以咧，語言咧是認識帶啲加入，尤其今日上人唱歌唔係講清好，所以今日嘅分數可能多少會冇上禮拜按好，還有下回還有機會，我希望加油。好，謝謝老師。英老師補充下。係，好。你係吳太姐嗬，因為我想係對我自家打出去嘅分數有交代，所以我想係讓你建議嗬，就係我感覺第一團當自然，唔過到第二團嘅時節，可能係因為語言嘅咬字、嘅在線嘅關係係輕到嘅，所以開始嘅上任就冇按講咧，喺到最尾一句時時啱啱兩篇嘅時節，其實你時則是開始嘅任就走睇咧。所以你要注意嘅就係，也係從你嘅主持人講嘅續航力，嚇！你第一段唱得好，到第二段係講上任係輕嘅時節，我想辦法去加來克服，嚇！冇按緊張，冇根本嘅運動來講小條，你哋數唱得也以好，嚇！是冇嘢。好，安子先嚟看下個分數啦，嚇！橋蘭嘅分數。91分，所以同上禮拜改了185分。誒，咩張楊杜遠峰、杜姐姐張1分。哦，杜姐姐上禮拜很高分，96分。哦，一禮拜就打鬆半後。打鬆。記得以後腳背嘛嚟啫。容易哦。係啊。是這樣子楊一 V 哈。好，先生交通都係會認真的好。認真好，好，加油。怕死。好，係啦，這一邊當一首哈。好嘅，目前高一 V 啦，哈，高一 V。風險咧。殺下嚟。范前開帶隊落山歌。嚟聽下啦嚇。無論係地府家唱歌，也係出門唱歌，或者比賽，咱同啲從呢一擺樣來電視台比賽，韓國人是非常係支持我，相信有幾條人係從後盾，會唱到更加好，我相信係來盡量並不去。來落前3名。山歌傳唱。
老祖先呐。千万年呐、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好。啊，翻泰国安尼这个不老骑士啊，哎，不老騎士吼，就一個衝山歌，衝到新起嘅，好多嘅吼，好多嘅好多嘅吼，一舊日筍嘅。那就記舊日筍嘅叫多擺啊？唔係啦，咩啊？叫佢躺喺床上過啦。哦，那我們舊日筍。有時8歲咧，8歲，躺叫小學2年級遇到躺啲叫咧吼。佢要下班喺床度冇順利時間啦，佢會講：我阿公，你唱得啊，該按好像啊，叫不會講好像，佢叫想要講安尼客話啊，即講咁就好像。好像嘅嘛，唱得不順啊，好像唱得不順。哦。如果呢客講唱音唱到唔順樣。哇，8歲自己都唱得順，唱得順唔順啊？轉到滿咯叫。哎呦，安尼個按細啲咧，好好嚟嘅，有天賦呢啦。訓練下咧，啊，教某人個真傳啊，對冇？要樣上啊。關於有機會帶落嚟節目度變下咧。好，帶來看下是好觀摩一下嘛，吼。係啊，好。而家建議6上禮拜度噃。上禮拜96。哎，有冇問題啦？我們加油衝唔衝嘛？冇啦。冇啊。你衝半條冇？肉粽我冇嘛，政府半條。哦，都肉粽我冇半條，好。我自由撲，好，嚟，check 佢嘅先生。好來，請開個哈，你講啊，一到米湯啊，原來什麼一碗啊哈，首先前來講嘅優點，其實人家甚至以前熬嘅時也一張，哈，但是呢也要同講嘅嚇，有啲位是愛去熬。但是也個運按樣去做，比如講，一個好的應該老祖先，好得了，佢將個好的佢隻絲同你熬髒以後，再來做運。好得了。做運呢也沒講唔好啦，就講無錢演員。嚇冇錢獎，一行咗嚟制，慢慢嚟練看嚟嗬，係要傳本了，一傳本咩用呀？你賺啲時間就賺了冇講錢元化，嚇！我希望講，因為人家後面原來就影響，又接分數落去，對人家分數以後就有影響，所以你創業嘅時間，所以我再多練啊嚇！好，加油嚇！謝夢老師，謝，來看一下上禮拜90分，哦，第2個禮拜就拿到1多分，來。請開分數。哇，厲害喲！96分，哎，2禮拜加起來是191分，哇！第一名。現在你是冠軍啊！第一名。冇啦，很多後輩按強。目前冠軍啦。目前今畢業吼。係啊，今年過法還有6禮拜要變啦，係嘛？哦。啊，恭喜！先恭喜我，謝謝，好，謝夢，恭喜啊！再邊兩場好。好，
哦，也蛮厉害的哦，撒下来，来请演带来平板。来，躺下来。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今日会创立办后的平板，希望能够得到当高分，因为我哋也準備前球咧，希望能夠當好嘅成績來進入到了6強，加油！两位主持人好。云峰姐，有看到嘛？要做办后啦，有電幕，佢都有電幕。有聽到嘛？前台長哦。而家叫冇掂呢。啊。做咩掂立踢咯？哦，唔會啦，當然啦。可能撲撲嘅天天嘅。冇啦。唔是掂，即係有辦法辦後嘅就衝出來了。係啊，厲害嘅，啲高手咩？係啊。係啊。原來有時個背下一家師傅。厲害厲害，唱歌係你所有嘅一成嘅興趣都做，從後生就當好唱。那條我高中嘅時間也是當會唱。高中就會唱嘅哦。唱流行歌嘅啊。哦，就會唱歌嘅啦。我哋高中都開始唱呀三太跳嘅。啊，三太跳50人4張開始唱。哎呦，跳慢學啊。哦。嗯。啊，唔算天才嘅呢嗬。人才啦，人才。唔講乜嘅都唔怕，唔講乜都唔怕。冠軍歌手開玩笑，歸冠軍嘅，你本來就係人才啊。田長遠咪專門冠軍。對啊，佢冇人才翻，那有可能就擺到拿到冠軍。先生會教啦。唔咩？厲害。我感謝人不用。先生會教，你自家就愛勤練。我先生教嘅。即個唔係啲咩無效啊！佢講嘅對啊，日本又喺旁邊要냠下咧，냠，上禮拜有냠喎。當然未呀。上禮拜有냠，後面分數很大啊，唔敢估咯。好啦，來看一下禮拜樣版啦嚇，先睇下先生嘅講評。尹老師，今日你唱嘅平板呢，講實在，我感覺非常嘅入嚟。唱出你愛嘅感覺，嗬！香港你也老了喺微信上寫嘅歌詞，唱到當好，所以整體來說，嗬，貴屬歌曲係當好嘅，係講做得很下好，不應都建議，嗬，就係，比如講提家時唱歌唔是嘅唱，嗬，其實你係因為佢咬字嘅關係，所以你唱出嚟些，我感覺聽台上聽樂咧。好，所以樣板本機下彈起來，下摸合一下嗰種感覺，可能就係愛看自家樣板來去做呢隻事嗬。喺雜個來唱到踢歌聲嘅時節嗬，歌佢呢隻事會直接到哦。你係如何你係扮後來唱，梗係哦就冇法度本機表現到呢隻世界你係完美。唱歌唔難。
你按我嘅建议，希望你做得来去看啊，是望你。好，希望先生。好，来看一下分数了啊，来。咱请人的分数。希望先生。至少要分数当然两个水准，对吧？哈，有个基本分数啊。基本分，哎呀，恭喜啊！再别当走好了。接下來，林彩丽帶來松山菜茶。來談下啦。今日係六強嘅天賽，我拿出一束我親有把握嘅手條松山菜茶。以前我演三腳菜茶嘅時節，都係從椰樹高嘅，故所我親有信心。希望今日成績都得當好，加油啊！像大摆创案的上台跳创啊，对，创也冇空样的哈。你有冇跳舞了？哎呀，你们昨晚讲冇跳舞了。哎，唔愛跳舞。但禮拜咩作案講，對吧？伊禮拜有嚟爆料。爆料。要爆乾媽的料。我講一開始係用上用的顏色的啦。哦，等下幹嘛用顏色的？幹嘛安尼啊？幹嘛一開始用顏色的？就去填創意比賽顏色的。哦，佢喺沉水站。係啊。anh nhớ thầm rồi sao? 係。好。過啦。第就你愛做乜嘢啊？哎，對，應用版上我研做乜嘢？對啊，今年研編研做乜研？佢係愛做夾心球。哦，所以幹嘛去填傳譯比賽只是個名目而已，其實喺填傳譯托心球啦，結果托報名啦。哦，佢幹嘛？原來有看過佢嗎？有啊。兒子帥吧？比如主持人還要帥。那也好不到哪裡，因為我不帥啊，我不帥啊，對不對？我又不是金城武啊，什麼的，對呀。有互相有好感嗎？沒有哎。沒有，那就不來電了哈。對呀。反正慢慢培養，這感情事情，這個不能勉強。我到現在還一直笑羞他，給我做媳婦。有啊，有禮拜調試到佢講啊，佢講佢愛攞杯食飯，愛拖傳湯。佢講佢懶死煮，我就罵佢啊，我就說你怎麼那麼懶？我說你怎麼那麼懶，煮菜都不煮，然後怎樣？結果我唔記得佢講乜嘅，叫我就應佢講，
给我等来嘉义，我看来当演主本身，他就很开心，他就很顺口的回我说：“真的哦、那我爱死你了。”他就这样很顺口。给我讲，他是他认识我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说爱我。哦，你这条是当一跟你讲，你就懂爱你。所以他每天都说爱我。对呀，哎呀，但你就不要做就好了，就不要嫁就好了。你就当然的讲对吧？不可以骗人哦。哦，干嘛当真哦？我跟你讲啊，对呀，骗人鼻子会变长哦，搞不好牙齿会更凸出来。你可以讲给3个月酋长就会。好了，提醒懂一下啊，难怪干妈安爱你，真的很可爱，真的呀，个性也很好。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参考总。菜里创业嘅松山菜茶吼，相当好吼。不如讲，有来伊个建议啦吼。嗰种铁牌急急忙忙，离了家，那哎呦，嗰种那，你会唱那哎呦？我建议你哈，我建议那哎呦嘿，哦，传统安尼唱啊哈。天意啊，下機啊哈，也有雙下機，下機你呀了啊萬起家，那種啊家中萬起喜哦，才那茶也係下機，你呀下機啊吼，唱到雙機嘅韻啊，但是沒啥問題，可能要看下，人家譜上都係安尼。不離歌藝就拿出來，老太家參考。好，謝謝。看本書。林采的一本書。死亡青山，也并列第1名呢，保持得很好，恭喜啊！哈，哎呀，好。OK 哈。要准备衣服了啦。哦，一曲一球呢你啊。哎呀。有啊，其上摆几所的时间，我真六强今日安尼讲的呀。是干女儿，你还忙做到你的心球啊？你印头。他有笔了，他就一套。没问题啊。好。哦，一次一套，有6套就对了。好，有录影存证。一套要卖1只猪才有卖。不是啦，那么贵。是卖1袋肉就多嘞。1袋肉啊！好了，恭喜啊！谢谢，恭喜哈！恭喜！神王太哇，进入6强没有问题了哈，恭喜！准备衣服。下来。希米用带来平板。当然哈。腿很漂亮啊！唱主角就买来唱。人家叫那个像主角啊，唱胸角。8摆來了天師台，和網友比賽就要先化妝，這裡嘅機會來詢問所有嘅化妝師，老愛都化到將，本愛都來表現。這裡嘅機會，我寫一首歌曲，希望能夠進入6強，加油！鲜花哦。
先问大家，两位主持人。太叫码头，叫码头，哈，马嘅，叫码头啦，哎呀，啊，你讲语咯。没啦，今年无法度呢，因为我老财力撞山呐。哪有？有，我本来去做冲几间安尼设的山，结果彩妆师讲，彩妆师，因为夹夹弯，好别扭。你腿很漂亮啊，哎呦，冲主角就嘛个。人家叫那个像主角啊，冲胸角。但是讲真，那个撞衫的话，差不多有讲很深远的波呐，那有讲太远，娘不深委屈啊，俺年纪较大啊。年纪较大，做唔得本己受委屈。深远准冲太远啊，深远七个波呐，对吗？冇彩礼迄咩？讲今日拄到一种中出嚟啦。但是今日拄到一种中空啊，吼，还有一点人回家，秋夏先生。哦，秋夏先生，秋夏先生啊，吼，六样啊，每礼拜的6样，带差不多22丈夫。真的假？还有上海。你開演唱會啊？你開演唱會怎樣嚟㗎？是冇啊，就線啊，因為年紀太老啊，你像今日安尼美容做個暗斷，哎呦，我家木主任強會爆出來。係啊，家長上個暗汗有冇做暗汗？喂，這什麼畫面？好了，這叫公平好了，好了，好了，這叫好啦，這叫公平好啦。美容今日創了哈，也屬於外國的平板哈，你上年屬係要求啦，啊唔過你創嘅時間啦，你今日爆發力唔拉，你到青眼恐龍啊，兩啥飲嗰種嘅飲食好，唔過你兩啥牛絲啊，喺創之前啊，大家講下牛絲成到飲嘢啦，莫防撞，莫防撞。還有 TC 機創出3個，親相當冇相當，好啦，你注意啦嗬，相當相同，強浪冇強浪啊，嗬，啊從那講特殊淑女，強浪則是哦，特殊係2上，淑女係3上，所以你就為了做人是同你冇爭，而注意牛絲是牛爭再嚟做人，要非常重要，加油！好啦，看本書啦。哎，看去美容嘅本書。冇問題。冇問題。係啊。沒有問題啦，只是退步2分而已。但是6強啊，應該冇問題啦，哦。OK 啦，謝謝。還有7禮拜啦，我今日高一發。今日高一發還有7禮拜要變，唔係6禮拜，7禮拜變，好唔好？什麼？加油哈！好啦，殺下來。天少賢帶來青山綠水好風光。好，嚟唱啦。年兔6強決天賽，就係看基本日嘅關鍵時刻哦。嚟基本日打扮到當派頭，大家一下看就知咯。希望大家老愛加油。
谢谢哈，太大好，要群奖哦。好漂亮哦。嗯，也特别买嘛，也特别做诶，特别做对，这样也做诶。跟做嘛想要做安尼半透明的安尼。若隐若现呐。因为咁样厉害，我今年吐个6强。哦。嗰那创唔好咪去做下奖的位啊。哦，真的嘿啊，有看到嘛？有看到嘛？西米用，你对脚按奖章干嘛你做？你脚个举皮按多安尼做安我手的脚无奖啊，才会炸点啊，若隐若现做。啊。你脚酸奖，脚酸，咁有举皮有冇？冇啊。很冻嫩啊。很冻嫩啊。OK 啦，有啲保养啦哈。啊，通講拜做呢部近樣講到作當方有咩？大擺我有看報紙的習慣啊，作當是抽點誒，你嘛個數字啊，做嘛個又嘛個幾多加幾多，又等於多少這樣子啊？你就好奇。還是想講你嘛個東西天公一張咯，張冇愛老公啊。誒，看看啦，唔錯啊，你係啱唔啱？係大擂台愛個成績啦，吼。還是說1、2、3、4、5、6，誒6位，你唔得都係愛個成績啦。萬啲個愛老公嘅條這個算分數。對呀，登記分數誒，不可以當關心嘛。哦，那像也可能太子也分出來的分數哦，哪一強？今日暗不過去，因可能做當好嘅報紙還有出一安尼嘅事嘛。搞麼出名牌對冇？有啊，不可以特別都當關心，愛拉咩啦？愛妹咩叫我傳本給同事看。我媽媽今天有唱歌哦，你們要看哦。愛來唱歌嘅收視率有漲紅啊！冇了，也個有冇？也人看個收視率會有個呢曲線圖嘛，大概多年嘅時間一點。沒有粉絲哦，漲紅哦。印點啊，細米用嘅時間就印咗哦。細米用嘅爆表。係啦，唔係啦，係啦，開玩笑啦，係開玩笑。他就有固定的收視率啦，哈，他個就當好看嘅，對啲舞台上好好唱歌嘅。那講唱唔好嘅時節啦，咁有一個禮拜啊，唔係係上故事東唱。東多啦，係唔係溜得，去禮拜唔記得咧，唔記得咧。冇去禮拜，而家跟我哋收視率往下跌哦。我提醒，我提醒。對，很公平嘅。嚟插幾句先啊。後來同聽小袁小姐哈，一首歌誒，做嚟講佢當抒情嘅一種唱法，尤其你啊客家小調地度，一首講要一樣三拍嘅音哈。咁咪一聽小姐哈，其實一首歌我有講過，當抒情當溫柔嘅一種歌誒，但是你唱係你要多少緊張，所以彈嘅音哈，也個導音冇當自然的導音哈，你本身的音就能奶嘛，就來唱要過度當時係吧？但是唱出嚟要聽緊張，也以後還有面向比賽，自家要加強注意啊嚇。好，再加油哈，再加油。安子謝，哦，他個真相我都講啦嚇，因為阿龍啊先講啊，長幼有序嚇。你揾些素材你注意，當到冇人冇注意，一年鋪地本冇心音爽，這個蹲音，我就冇心爽連腔下，一心為多飛，愛情路，個換氣，揾些素材要注意。一心為多飛，愛情路。還有兩首歌曲，先強順嘅飛愛情路，要怎麼按愛講，按酷情都個唱什麼㗎啦？哦，有啲。你有冇唱揚情兔子？哦，做到會叫，好叫人。OK， 好，了解，好，嚟。好，咩唱啊？咩？講你。好，因為聽睇即係從呢首歌曲，我本人嘅建議係講，其實呢首歌曲啊，雖然佢係還蠻一絲絲嘅，不過佢唔係當苦情嘅，你係歌詞，佢全當係當歡喜嘅歌詞，因為聽伊彈佢係愛去見，佢當中意嘅
阿哥，所以心肝都系紧张，紧张会紧喊紧惊，吼，所以咱领当系当欢喜嘅，所以嘅表情会当欢喜，吼，所以。日本我感觉吼，你按用嘅故事係聽一段，你做得從下夾一絲絲咧，好，做得到你表演也係比賽之前，到你喺樂隊線上，好，來研究一下係唔係在你喺間奏的時候，它就要有變化。按用呢個歌曲就喊下聲氣，謝謝。好，先生。來分享分數啦。聽秀妍嘅分數。好，什麼先生？哦，有咩冇問題，6強以內啦，啊。OK，係啊，恭喜啊！加油啊！好，謝謝，安子謝哈，去做休息哈。好，所以今日7位參賽朋友係哪位啊？哪位被淘汰啊？出現安尼兔遠峰啊，遠峰記，遠峰記打上啦哈，今日所謂歌詞跌退嘛哈，係啊。唔怕，喊100，好唔好？係啊，但是已經講真咧，安尼年度已經比到第7名也算不差，今日個運氣較無好。係啊，好，喊100有機會再過來，好唔好？安子謝，啊，安子謝。希望你來。香港人老年大擂台有好消息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報告下嚟。嘿。年度6強嘅人氣王票選而開始的哦，好，喺大家好觀眾朋友，你還有從老年大擂台粉絲團投向你心目中最支持的那一位參賽者，就有機會抽到大獎。參賽朋友自家親朋好友要做嚟雙面去投票，嚇，本自家人氣個較旺啲嘅。你兩隻可以投冇？做得啦。哦，可以哦。係啊，用當然做得，還沒算一票啊，對嘛？馬上驗咯。線上嘅就咪做得投啊，唔投嘅時間又看唔到。對嘛？又看唔到係乜人投嘅啊？好，哦，對嘛？哈，所以把握機會。嘿，到底安尼年度人氣王係乜人？就要看人就大家咯，哈。好。誒，我相信係當眾朋友好唱歌嘅，哈，歡迎大家來報名啊！一片有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等下到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謝。謝夢先生。是夢曹隊長。好了，遠峰記喊100再來哈。孩子來來，是夢小。謝謝。越南寫的歌。越南唱。好了，同時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的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拜拜。盡情搖擺，放肆跳舞，跳出黑暗。愛唔知，你唔是囉嗦。
尽情摇摆，放声跳舞，要去黑爱。爱的声音，爱的方向，唔该改变，唔该改变，天真天空，爱尽情摇摆，放声跳舞，要去黑爱，要去黑爱。天真天空，爱尽情摇摆，放声跳舞，要去黑。